摆一个圆弧，你那个蛋铁牌子放的，就蛮。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通过精致的这些道具，每一个场景设计的这个细节来呈现一种奇观。会有一些长镜头，我们尽量让每一个就是单位镜头里面就是所呈现出来的信息量就是能够最大化。这样直接就过来了。来，大家听我讲啊，因为这是2个长镜头，这个调度比较复杂，所以我把这个先排一排。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我们的摄影机从远处这个飞过来，你俩差不多走在那个位置。飞到这里以后，摄影师会接住这个，然后对准这里来没收他们的手机，啪扔到筐里。李晨是从下面把那个书本砰拿到桌上。于秀伟老师来，看到于秀伟老师说，西瓜搞得太过了吧？你这时候可以转身跟那个陈述说话。现在记住老师刚才说的话。记住老师刚才说的话，你就走过去了。好，来，给铃铃当当当，频频藏手机。杨子从这儿，进正史到黑板上去。然后这时候你在这跟他们说话。然后第2个镜头的时候，你等于是已经站到这里来了，站到这里来，你从菜碟这边拿了撇胡子贴上。这时候张译到机器前头来了，站到那个台上去。这个是陶虹和那个李晨在这升国旗呢。他的旗子升起来，带着国旗看到你，哎呀，穿越时空也就是这样吧。好了，准备，预备，好嘞，开始。你把这个水管接上，然后你的马片铺不好。张译，停，机器碰到了，重来。还有那个马片全都铺不好。张译，你进网了，马上来一条，其他都好。就起伏慢了一点。看，陶虹举起来把手，李晨慢了，来，再来一下，直接再来啊！炫锐到起伏。好，预备，开始，摄影机就开始往那个洞口里钻了啊！开始。张译，就往这一下，马片不要掉，飞都别跑啊！我这手也太亮了，少开点。快走！还要补充一个实情，快点，我告诉你们了，赶紧对他，人马上就要到了，大家抓紧小时候快走！马上要到了，抓紧走！不要让我穿的啊！快点收！敬礼。And cut!